工作日期境界了后，国内旅游也是带条件开放。不过，有专家烦恼讲，咱真无简单，才重新起步的观光业，会因为人流管控无做好势出问题，是因为各地头景点的主管机关拢无同，呼吁中央就要赶紧来整合人流警示系统。 解封了后，还未到假日，外口人潮明显变多，有立委就甲学者、观光业者等等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要整合各地人流警示，降低旅游对防疫的风险，才通互观光产业行久长。比如说，森林游乐区归谁管？林务局，林务局不是交通部的。很多的农场归谁管？在这样子的整个我们的多头马车底下。 应该是我们的政府机关，你要想办法要主动出击。因为真侪景点是各地方政府家己管控，无统一性的警示系统，民众真恶查询。有学者表示，最近看到高雄有渔港客满游客，工作人员用传统计算器叫大家排队，颠倒可能造成群聚感染。希望政府通用资讯科技来改善。未来像这样子的一种。 旅游品质的管控非常牵涉到这个我们所谓的承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好，或者是我们积极的一种管理。有立委表示，过去像交通部的1968就结合电信业者的全国景观平台，利用感性做人潮的示警，是毋是通考虑开放？交通部表示，进前是配合疾管署的政策执行，所来嘛爱看敢有相关的指令。记者陈阿文调随采访报道。